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尤伯牧师。今天3月6号，我们要分享的是克服贪心的欲望，克服贪心的欲望。我们要来看约书亚记速读5到8章。我们再次回到5到8章。我们先来看今天的金句，是在第7章的第1节。上主曾命令以色列人不可拿必须毁灭的战利品，但有人违命。这个人叫亚干，是迦米的儿子，撒底的孙子，属于犹大支族中的谢拉宗族。他没有遵守这命令，所以上主向以色列人发烈怒。约书亚记7章1节。威力彩已连续31期杠归，头奖累积金额上看 11.5 亿元，将于2月10日晚间开奖。高额的奖金也吸引许多民众试手气。看到累积高额奖金的新闻消息，你过去是否也心动了贪财的欲望，想去买彩券来试手气呢？看能不能够成为亿万富翁。这是过去我们在过年期间看到的新闻。弟兄姐妹，你是否也有动了你的内心的欲望？人类的始祖曾经因为贪求权力，而对上帝的地位起了贪念，所以我们看到亚当夏娃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便是如此。巴别塔的事件，人也想变得跟神有同等的地位，因此内心也起了贪念，所以他们来盖巴别塔，塔顶要通天，结果受到上帝的审判，变乱了他们的口音，使他们的语言不通，他们只好停工，停止造成。当你的心中怀有的不再是单纯的贪心，而是想偷上帝的东西的时候，你就开始了有贪欲。我们看到今天看到的这一段经文，亚干正是如此。那为了一时的贪欲，换的是悲惨的下场。那么亚干他这个名字的意义，就是令人头痛，或者是惹麻烦者。在40年的旷野生活过得很辛苦，所以亚干的贪欲无从显示出来。但是当亚干他进到耶利哥城，他看到那一些华丽的物品和金银财宝的时候，那潜藏在内心深处的贪欲便浮现了出来。他不是单纯偷别人的东西的小偷而已。我们从约书亚记的第7章第1节记载，上主曾命令以色列人不可拿必须毁灭的战利品，但有人违命。这个人叫亚干，是迦米的儿子，撒底的孙子，属于犹大支族中的谢拉宗族。他没有遵守这命令，所以上主向以色列人发烈怒。这一段的经文就是告诉我们，亚干并不是单纯偷了耶利哥城里面的战利品，
而是他偷了他所不当得的东西。这东西是要献给上帝的圣物，在上帝面前，这是严重的罪。贪欲会让人盗取不当得的，甚至连上帝的东西都想偷。结果，因为他内心的贪欲，连累了36个家庭，并使得自己全家遭到灭亡。我们透过亚干的故事，给了我们什么教训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贪心就等于拜偶像。有贪欲的人无法进入上帝的国。怀着贪欲的亚干，他本以为可以拥有这些的金银财宝、华丽的这个衣物，但他下场就是惨死。如果他能忍一时在第2场的战役之后，就能够得着上帝所赏赐的财物。在第2场的战役之后，上帝就吩咐了，这次你们可以为自己留下财物和牛群。从这里我们看到，上帝并不吝啬，他不是吝啬的神他是慷慨的上帝。所以求圣灵来帮助我们，能够克服我们心中的贪欲，能够胜过这一些的贪欲，在我们平时也不窃取上帝的东西，把该献给上帝的就献给上帝，好像圣经说，当纳的要献给神。我们相信他的慷慨必后世美物给敬畏他的子民，就好像圣经说，我们把当纳的献给神，神就加倍的来赏赐给我们。我们来默想，以色列人之所以在爱城之役打败仗，主要是因为亚干没有顺服上主的话，起了贪念，偷了属于上主的东西。这对你我有何提醒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你是无所不知的上帝，没有任何事物能够在你面前隐藏。你知道我们的软弱，祈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克服我们心中的贪欲，并能够胜过贪心的欲望，使我们懂得随时用感恩的心献上我们当纳给神的一切的物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并给我们5好评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平安健康，凡事喜乐，凡事顺利。我们下次见。